美国职篮 NBA 金州勇士的科森斯 DeMarcus Cousins 今天拿下本季新高27分、7助攻，帮做客的勇士106比104击败休士顿火箭，终止对手9连胜，也免于本季遭火箭横扫。本季对上火箭还不曾赢球的勇士，今天少了脚踝伤势的2次 NBA 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 MVP 杜兰特 Kevin Durant， 上半场打完只以54比52领先，所幸科瑞 Stephen Curry、汤普森 Klay Thompson今天联手拿下54分，科森斯也有本季最佳的表现，最终在客场以2分险胜。汤普森说，不论杜兰特在不在，我都是一样的打法。汤普森表示，球队少了杜兰特，没办法把球交给他后轻松等30分进账，那我们就把球交给科森斯，他也帮了球队大忙，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胜利。汤普森今天攻下全场最高30分，科森斯一助27分，科瑞有24分进账，3球星合力撑起勇士。火箭的哈登 James Harden 今天有29分、10助攻，保罗 Chris Paul 贡献24分，高登 Eric Gordon 进账17分，卡佩拉 Clint Capella 有13分、13篮板的双10成绩。